新疆，一個極致純正、夢幻又野性嘅童話世界。阿勒泰山喺冬天被厚厚嘅白雪完全覆蓋，遠處高峰直插雲霄，近處雪波柔和起伏，就好似一幅巨大嘅水墨畫。成群野牛喺夕陽下緩慢前行，係新疆冬天獨有嘅野性美。高聳嘅冰雕氣勢磅礴，又帶點神秘感。原始嘅村落以及森林被白雪覆蓋，簡直係人間仙境。路途上嘅雪山公路以及廣闊嘅雪地高原，俾人一種既寧靜又壯觀嘅感覺。今次就等我帶大家探索一下呢個阿勒泰嘅人間仙境啦。我哋今次由深圳橫跨3386公里到達烏魯木齊，落地之後再揸咗435公里到達布爾津市，再由布爾津市橫跨121公里到達喀納斯，然後再去到和木村，再橫跨661公里到達賽里木湖，最後由賽里木湖返回烏魯木齊。呢8日7夜嘅行程入邊，行咗成個阿勒泰，成個旅程既緊湊又刺激，每一站嘅風景都會令你畢生難忘。沙漠。我哋第一站嚟到烏倫古湖，又稱福海，係中國10大淡水湖之一，位於阿勒泰地區。呢個湖之所以咁出名，係因為有住自然景觀嘅壯麗，水天一色，湖面遼闊，湖水清澈，遠望就好似大海一樣。而冬天嘅湖面就好似千里冰封嘅絕景，冰面如鏡，湖面結冰後會形成廣闊嘅冰原，喺陽光底下閃閃發光。冬季嘅遊客比較少，你可以獨佔成個湖面，靜靜咁欣賞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而家嚟到呢個烏倫古湖呢一度啦，咁呢，而我嘅眼前嘅景象呢，就係一個湖面啦。咁點解你會見到白雪雪一層呢？因為已經結咗冰啦，而好多人呢都已經落咗去啦。再配上呢個完美日落，睇下呢個完美日落。咁我哋而家就高入去。Hello， 我哋而家嚟到我哋今日第一個景點叫做白沙山啊。咁呢個咧係一個沙漠嚟嘅，而家咧充滿咗雪地啦。咁我哋準備咧就坐呢個沙漠嘅車出發，去呢個沙漠上玩呢個賽車啊。咁你見到我咧已經 ready 好晒先啦，呢度有頭盔啦，有衫啦，正式出發。而家咧已經係上咗呢架賽車，我哋就準備出發。咁哇，好刺激，好驚，帶晒呢個安全帶啊，好驚，好刺激。我哋準備出發。嗱，呢度提醒一下大家，呢一個活動呢係超級無敵之刺激噶，係十分適合一啲年輕人去玩嘅。因為呢，你係唔會估到佢嘅下一步係行邊個方向，你亦都見唔到前方嘅路段，所以呢，有機會係有一個垂直90度嘅斜坡，十分之刺激。冬天嘅沙漠容易出現牛群、羊群或者駱駝，正正因為海拔較低，氣溫相對較暖，沙漠地區積雪較少，某啲區域嘅植被喺雪層下仍然可以被牲畜進食，成為冬季有限嘅放牧資源。嗱，呢個呢就係我哋車程所見到嘅景象，你唔好以為佢係石頭嚟嘅，其實佢係沙漠沙丘，擁有住連綿起伏、波浪形嘅線條。而新疆十分之出名嘅就係塔克拉瑪干沙漠，係世界上第2大流動沙漠，亦都係全中國最大嘅沙漠。塔克拉瑪干意味着進去出不來的地方，傳統上亦都被稱為死亡之海啊！嗨，而家咧嚟到呢個月亮灣，跟住我哋就睇下呢個月亮灣究竟有啲咩神秘嘅地方。
月亮灣呢，正正因為一灣新月而得名嘅，佢係喀納斯下游段形成經典嘅 S 型曲流。從高處嘅觀景台俯瞰，可以完整咁見到成個 S 型嘅河灣，同森林、雪山形成分明嘅層次構圖，係喀納斯十分之標誌性嘅地點。我哋而家咧嚟到最後一個灣啦，叫做神仙灣啊！咁呢個灣咧係特別之出名嘅，點解咧？可以見到咧呢個灣咧嘅呢個水面咧會有一層好薄嘅霧氣喺度啊！而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咧大概係晏晝1點鐘啦，仲有少少霧氣嘅。但係咧，其實呢一個灣最出名咧就係朝頭早清晨嘅時候咧，會有一陣好濃嘅霧氣喺度啊，咁就咧形成一種好似仙境飄嘅感覺啊！咁你而家望過去咧，其實都有好多人喺度打緊卡、影緊相嘅，佢哋個樣咧好好笑咯。神仙灣係喀納斯河喺景區入邊最闊、最平緩嘅河段，因為下游有泥石流，河道變闊變淺，形成大片淺灘以及沼澤濕地。呢啲開闊但兩邊高山環抱嘅河谷，就好似一個天然盆地。夜晚冷空氣下沉，白天河水蒸發嘅水氣被石壁困住，唔容易散開，形成一層霧氣從河面升騰。下一集我哋將會去到和木村，被稱為神的後花園。推開木門嘅嗰一下，你會忽然明白，原來童話從來都唔係故事，而係真實存在喺呢個世界。你仲會去到賽里木湖，被稱為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。如果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。